重複個人出嚟啊！我似咗個雪哥，呢個主持人你同上面得。好啦，咁呢個時候咧，我哋用最公平公正嘅方式咧，就會抽10位嘅幸運兒咧，就會獲得頭先提過邊夠食嘅即影即有，我哋馬上抽獎啦 ！3、2、1 ，Go！ 恭喜晒 ，Congratulations！ 好啦，中獎嘅朋友我都要影相啊！中獎嘅朋友咧，係啦，可以影低個熒光幕啊！